雨是规趟道，真侪所在出现水崩山、路袂通的灾情，估计会延到明仔透早雨会上大。经济部讲的生产12亿5千万的卤仔，销头欠赔情形，因为油的介绍后礼拜汽油甲柴油拢袂起。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天气，苗栗的雨是规趟倒。今仔日气象署发布苗栗超大水雨的特报，嘛发布国家级的警报。苗栗有真侪所在出现水崩山、路袂通，甚至土煤规个摒入去人家厝内底。因那火车部分的路段嘛袂通，伫咧国道3号万里的路段有轿车若像是去弄着护栏，造成2个人死亡。雨水甲土沙直接对外口灌入来厝内，敢若小型的土石流，一日就甲灶骹甲厝内拢淹了了。民众早起起床看到这款的情形，实在是无法度相信。愈来新就规个拢水拢流，足大港的，愈来就再悬了。苗栗县测试天要刚开始落大水雨，各地拢有淹水的灾情，未少人受到国家级的警报。代替苗栗到竹南中间的东正线，也有大山到后龙中间，双线也因为大雨造成路基拢流了。对透早5点外就断气未通，南北旅客少坐客运来班车来往竹南站到后龙站。当然不方便了，因为竹南到这边，它这波车也有限，只有2台在来回这一波啊。没办法，反正有应变就好了。代替赶紧修理，下晡3点苗栗到竹南中间恢复双线通车，大线到后龙中间恢复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车。另外，早时7点外，国道3号苗栗万里上北路段，一台小客车敢若因为大雨，家己弄着护栏，造成2个乘客当场死亡。驾驶自行脱困，意识清楚。左手腕疑似骨折，送往通霄宫田救治，其余2名乘客皆明显死亡。头份受民众雨大水围伫个机场内底，消防队赶紧出救援。另外，伫苗栗市新东大桥地下道，伫半暝就开始淹水，有2台车唔知影驶落去，淹到车顶，加在是无人掉伫内底。另外，苗栗市有徛过雨土水冲入去淹水，苗栗市长去勘查，并且甲受灾户安置到饭店。我们有一些社工会去来做一些后续的协助。那我们等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些相关的这个政府的资源会进来协助。测试到下晡4点，全国一天的总计雨量前10名全部伫苗栗县，而且拢超过300毫米。太阳乡公所伫下晡宣布停止上班上课。苗栗县府已经开设2级的水灾灾害应变中心，加各个公所斗阵来启动应变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苗栗的灾情受到方面的影响，南部过道上大雨，高雄甲台南的花莲机抓因为落大雨有慢分，家己台积电的工地门口嘛淹水。因那台南的风是透假，有大的梁线是规个掀起，造成2个人受伤。班机将延迟起飞。机场广播班机会延迟起飞，方面影响各地天气无稳定。台南机场为测试下昼1点07分起暂停地面作业，影响部分航班。高雄小港机场也宣布有4个国际线航班，为何影响慢15至45分？还是说因为有雷雨的关系，所以就是飞机会有延后的关系？对。气候影响交通，也拍乱反亚排弹计划。台南苏坡馆边仔举办2手庆祝七夕，现场煞扣起大风，就规排的火线吹倒，也有祈求火线的反亚雨风吹甲咁要跋倒，造成2个反亚的手甲嘴唇青着伤。全部飞去安尼啊！即个帐篷拢受到影响无？系啊，你看遐拍伊安尼，弄着涂骹。弄到涂骹，全弄掉，后一届个免费，佮送你1届，啊，唔敢后一届啊，也无要来要安怎？与其保下次年他怎么没有考量退费这个问题？因为保留不一定大家都有时间来摆，而且它的后面机制还不知道怎么叫做保留这样子。高雄也为测试中昼出现明显雨势，也判水管离，有人惊雨伞想要美好，却因为风大行路困难。江溪县太保市台积电工地前也因为落雨积水，抢风派出重机区清理。金门伫青山暗时感受到强降雨部分南地路段积水，造成骑4辆电动代步车的老大人受困。当时正值瞬间强降雨，路面严重积水，老翁所骑乘4轮电动代步车。疑因机件故障受潮，
导致深陷于深水区中。警员协助劳动人脱困，无造成更加大的伤亡。气象专家也提醒，这波锋面主体会伫初四尾仔到初五透早到时阵落雨会更加明显。锋面前沿的无稳定雷雨渐渐向南部陆地靠近，提醒民众随时掌握天气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中东的战事会当讲是大大影响全球石油的供应链。咱国内塑胶粒啊，嘛拄着大欠货的情形。经济部今仔日开记者会，讲会推出专案，估计上济会当生产12亿5千万的一斤的塑胶粒啊，来消透大欠货的情形。也那油的计销为了稳定物价，后礼拜汽油甲柴油是拢无要起价。中东经济紧张，国际油价起，为着平稳物价减轻民生负担，经济部甲中油公司初时下昼召开记者会宣布，初六起到12，汽柴油计销无调整，92无烟汽油每公升维持32块4 95，无烟汽油33块9 98无烟汽油35块9，超级柴油是31块。自从2月28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中油已经合计吸收油价超过90.6亿。在消费者油价的部分呢，这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就不涨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另外，最近因为战争造成全球石化供应链大乱，各种塑胶包材起价，甚至传出塑胶袋之乱大欠货。经济部表示，中油四轻为4月起提早运作，会当将医师供应送去下游大塑来自定塑胶合成厂，有计上悬会当生产12.5亿的一斤塑胶袋，会当有效减轻市场火烧白牌。另外，小白百货等连锁通路欠货问题已经协助媒合上游制造商将会补助塑胶袋库存。大家不用担心哈，那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买。好，那如果真的还不急着用的话，就不急着去买。真的是要买的话，一定可以买得到了。蒋明鑫指出，年假期间伫网咖设置相关警方，有反映表达塑胶袋无好买，目前有19个相关5个市场提出需求，已经请经济部上级署追踪统计，将优先供货。佮强调，塑胶袋原库存爱按照原价来卖，了后因为成本起，新生产的塑胶袋是会当起价3成，等于经济部定调的相关起货上限。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海巡署昨昏伫咧台中外海查到2只外国船非法伫咧海顶输送油来交易，照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来上班。学者警告，这种非法买卖油的案件，唔那是走私，也佫会破坏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一定要注意。初三透早2点，2只外籍个船只伫台中大甲外海大约30海里，无正常挖口斗阵真可疑，海巡人员经由雷达掌握，在巡航艇赶往现场，看到巴拿马籍油轮甲圣多美普林西比籍个货轮挖口斗阵双方油管连条咧，敢若进行非法的转盘油，无采取适当防治排泄罪法，水警船抓到现行犯。两船油管相连，疑似进行柏油作业，且未布有防污设备。海巡人员随即录影搜证，并实施登检，严正喝止两船立即停止柏油行为。本案将依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函送海洋保育署裁处。对2只船的动态甲油品来源，海巡署汇报相关单位来进行调查。特别注意的是，顶个月发生偏误积气船来金湾背后涉嫌卖油的案件。还有去年新竹海巡查到3部的中国搬油船，这类非法的搬油案件，大部分的甲 AIS 船艇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闪过查缉。学者讲，无排除中共就有机会打造不是传统的军队来危害台湾国安。那这也可能会变成敌方这是用来走私或者是威胁台湾水下电缆设施的这种做法，也就是影子舰队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海上的安全以及海下基础设施的安全。对中共长期就这海警、海上监察、甲民兵出入台湾周边的海域进行战场经营，海委会主管关佩玲讲，中共铺设地带威胁侵权，科学紧张情势，长期消耗台湾海巡执法的能量。不过政府意外继续加强离岛甲前沿据点防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大选就伫要到啊，立法院后礼拜要审18岁公民权修法，支持少年世代参与政治。这个会期若是三读通过，甲投票的年岁为20岁放定到18岁，年底大选就有机会增加20万人会使来投票。
立法院去年通过青年基本法，将18岁公民权就犯。今年未到合约大选，18岁青年是不是应参加投票备受关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特别拍板新18岁公民权的相关修法，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调下各自提出修法版本，要将10岁投票限制下修到18岁。本次安排选罢法的询答，是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我们要尽快的把选制确定下来，避免在选前有任何异动，造成选举上的任何不公平。我支持18岁公民权，赋予年轻人更多公民权利。现在若可以透过立法提前完成，我会全力支持，但需注意程序的完备，避免衍生更多违宪的争议。部分调解拢强调支持扩大青年世代政治参与。那这个会期3读通过，有希望适用年底大选，会催清楚将近10万小投作。青年团体表达支持，暗过调解拍算透过修法，设过修宪倾向违宪记录。内政部议员在内部讨论。让社会交由更专业的法律学者去做进一步的解释。当然，我们乐见就是在青年基本法通过之后，可以更全面的保障青年的这个生活，包含了选举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环。另外，立法院顶个月通过中山会主会被提名人游行2等4人人诉案，暗过行政也未发文证明，中山会迟迟无法度开会。立法院跟行政院种种所有应该合作的，也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只要两院合作，儿童跟国人都会快乐。行政院回应无法度接受南北封杀3个被提名人，会看立法院的成绩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天气，受到风面的影响，气象署下晡针对16个县市发布大水货或者是大雨的特报，尤其是新德县、苗栗县、甲台中市的山区，要注意会上大雨。也若受到大水雨的影响，各地是传出未少灾情。伫新德有桃石崩塌，有桥已经成封起来，甚至北部甲高美因为淹水，有居民掉伫内底。大水伫下流来，新德县北部乡南部村8分桥，测试早时7点半左右，因为溪仔水一直涨起来，洪水线紧围起来，有经成封起来。另外，伫德东镇中兴路遥路树倒去甲土石出来情形。高门乡七千村河背、北部乡南坑村一khu位啊，是传出淹水的情形，造成民众拢无法度出入。刚才消防局接报了后，赶紧出动来救援。7点多我看到的时候，就水位就最高的时候。7点。那这个过就没有下了，就下来了。那新德县、新德市啊，因为大水后，太原路地下道出现严重淹水，赶紧改封起来。正常警示系统的闸门会放下来，那因为这次的警示系统闸门故障，所以呢，在维护这个警示系统闸门的保全人员当下也立即赶到现场。气象署讲，受到风面影响，清明连假第2天，全台湾天气无稳定。下晡对16县市发布大水雨也是大雨特报。一直到下晡3点为止，各县市总计雨量排名第1的是苗栗县的3湾，有361毫米；搁再来是新德县北部乡297毫米，台中市、桃园市、南投县拢超过100毫米。各县市上大3点钟的总计雨量排名也是以苗栗县上最，来到275毫米。而且暗时了后到礼拜透早，中南部爱严防局部的大雨也是大水雨。在南高屏的外海这个地方也是陆续的这个对流形成，然后逐渐的移进陆地。所以当这个对流移进陆地的时候，沿海地区一直到内陆都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气象署讲，这波方面是入春以来落雨上界明显的一波雨。礼拜4、5方面减弱，落雨会较低。不过下礼拜1、7、6也有一波方面的来，各地落雨机会偏悬。爱到下礼拜3、7、8过了后，天气才会慢慢来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这毒品有影是唔抹目。伫咧中华鹿港，昨昏有一个驾毒赛车的人，伊冲红灯的时阵，拄好去互警察撞到。这台车油门是随吹较进步要来南港，想袂到煞去弄到一台奥多摆，害人重伤，不幸过往。目前已经抓到这个人，嘛以驾毒赛车、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等等的罪嫌，要来甲伊依法严办。
民众骑机车伫路的无张持后壁一台货车驶真凶直接冲过来，弄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造成机车驾驶重伤死亡。这件事故就发生伫拜五顶埔彰化鹿港的早市附近，当时民众听到车祸的声音，拢惊一大跳。要11点落来嘛，要11点，弄一个足大声。係啊，迄有真大聲，頓間攏是遐散去啊。警方表示，当时巡逻车伫路的发现一台货车违规红灯正越，警察拍开警示声，要求停车。想不到这位姓陈55年厝的货车驾驶竟然加速逃走，弄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了后，佫肇事逃逸。警察第一时间先落车处理车祸，而且联络派员追查逃逸的货车。家属表示，时代只是出门款拜拜要用的物件，结果人就无去啊，实在无法度接受。让他开车开得太快了，连想跑的机会都跑不掉哈。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可是当我们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谁能够接受？员警到查现场后，立时通知救护车到场将伤患送医，并同步派员查缉肇事车辆到案。为伤者送医后仍不治死亡，本分局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姓陈的嫌犯车祸肇事逃逸了后，搁秘伫鹿港的民体附近闪警察，警察掌握车牌顺线追踪，经过5点钟抓到人，发现姓陈的嫌犯有毒品反应，专案依照公共危险、肇事逃逸、过失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一届清明日假，伫咧高雄有办一个恐龙的展览，真侪大人囡仔是拢去看。不过，伫咧看展览的时阵，煞有人乌白蒙，甚至爬起嚟徛，造成这作品规个闭气，甚至有的要看到洞洞海。而且展会高用透风，有布棚是规个去互风夹甲变过去喊着人。加在这个受伤的人，伊的伤势是无啥要紧。徛伫恐龙边仔，民众去拍恐龙，也有家长抱囡仔挖进去摸，也有人掠恐龙的尾溜一直害。另外一边恐龙也有民众乱摸，电视片的身体甚至也出现避损。这寡无站在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真无用，因为真侪现场早都采公告，请民众唔通乱摸。是大众大家来看的，所以说如果摸坏，大家可能就没办法参观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拍照啊，这样就好了。啊，大人嘛顺一个机会啊，囡仔大人啊。啊！就小可讲要带孙仔来，结果家己嘛真爱看。初时早起去现场，也是有民众伸手去摸，只是较大型的灯具已经围起来，避免民众伤挖紧。那我们这边也呼吁各位热心的朋友们，我们就是来拍照、排队拍照。那我们现场的加派工作人员呢，一起来为支持让大家有更好的游玩的体验。市府表示，已经加派工作人员维护特殊，只是开幕头一日发生活动体验区的布棚互风吹倒，也逮着民众。工作人员随围起嚟呼气互风吹倒的布棚，其他工作人员也为着手骨受伤的查甫囡仔处理伤势。气象署青山下昼针对高雄发布强风特报，亲像风势伤大，互布棚倒去，造成2个学童加一个大人去扫掉。我们就保护完以后，小朋友还是有被他擦伤。啊，这个帐篷原本是什么游戏的？室内游戏。市府文化局表示，主办单位已经事先加重布棚的沙包，也是因为这个风势造成布棚掀起来，现场已经即时互因简单的医疗处置，目前拢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今麦伫咧画面内底所看到的是一种真罕见的豆角，或者白角。伊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食果，若是伫咧日头骹，就会有五彩真水的色地。今麦一个树有11只出现伫咧桃园，是啥真侪人烧钱去遐要来翕相。不过嘛，提醒乡亲，都要尊重在地人因的生活，餐花唔通乌白共搭，车嘛唔通乌白擦。伫日头骹有金属色水的鸟仔毛，有长个弯的尖喙，爱伫浅水中来找食，这是美鸟彩旋。过去较定伫中南部有当时会出现，那出现伫北部是较罕见。即摆出现伫汤园大园农地，也一摆出现11只，互鸟仔界真轰动。怎么会这么多人跑来拍啊？哦，因为这很少见，这个以前叫做迷鸟，就是迷途的鸟。它迁徙的时候偏了，所以才会跑到台湾来。它的羽毛阳光下会有金属光泽。这个出现在桃园这里很难得。好几年来这么多是第一次，像南部也都2只3只嘛，那今年就突然就10几只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很惊奇。
采选的各种姿态吸引翕鸟仔人的镜头，产品小小的道路，毋但吸引欣赏鸟仔人，也停满车，也有一寡翕鸟仔人拢伫私有农地去踏着人的农作物，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甲不满。田埂、菜园尽量不要跟人家踏到，还有那个路边停车的时候要注意到路口，不要挡到人家的转弯处。桃园市野鸟协会呼吁去翕相的鸟友，毋通乌白去踏人的菜花甲菜园，参乌白停车，也提醒鸟友甲野鸟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欣赏代替干扰，互远远来到遮的野生动物会当好好休困，养足精神，继续因跨过海洋的长途旅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4月初4儿童节，你敢知影即卖囡仔因对未来的梦想是啥物呢？根据统计，运动员是这一届排头名的。专家讲，这甲这几年咱的体育选手伫咧国际舞台有真出色的表现，有真大的关系。儿童节当天，游乐园挤满了大朋友小朋友们，但你知道吗？除了玩乐之外，他们对于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也很有想法。开飞机，因为可以环游世界；做药师，因为可以赚很多钱。如果再给你一个选项，你还会想当什么？当老师？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会想做老师？因为他平常都忙到很晚。有的囡仔是看到头前的表演，在咧话讲想要做超级英雄。今仔根据国语日报社上新调查，小学生上介意的职业前3名有做直播的网络红人、电竞选手。中学生是医师、机械工程师，其中职业运动员更加是中小学生选的头1名。专家讲，这个囡仔用叫做数位原住民，网络社群的接触，也互因对着工作想象产生真大连结。对着无介意的职业，中小学生组前2名拢是政治，也有联系相关的工作，可能反映因对职业传统死板的印象。不过特别的是，医师却是同时入选上介意甲上无介意行业前5名。另外，甲学生真有相关的教师是连续2年入选中学生无介意职业的前10名。今年上款头一摆进入小学生组无介意的前10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6度至18度。也有这3日的气象。这2天天气变化较大，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